吼。暗时导演，我想要请你食一下暗饭啊，吼，咱帅当来啉咖啡、看电影。袂使头家，真就是安尼算赖皮呢。马上咧手一头都讲约去啊。哎呦，我说坐咧遮下。啊，对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这样讲你不能。我没请你啦，我一个还没 test 到啦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没有 test 到，你这样子对小张不公平。你这，慢慢来嘛，慢慢来。拍谁了哈？我会讲我玩呢。你这袂使安尼一个都，另外一嘛要 test 到看卖。不是讲咩？免介绍，我拄则拢听到啊。慧姐，你好。你看我腿有只摇，叫我慧姐。干什么？人对我迄个较少年，叫我慧姐了呀。嘿咯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，请您唱一首歌曲。是啊，今日因这卡拉 OK 音响阁袂歹，无咱唱看卖啊。嘿啊，开玩笑，我们这个音响是老洋牌啊。哎呀，好，你好，安尼无老洋牌立体声。赶快你点。我点没有？我点那个 GY 啊67。哦，我点了就一条。另外67的歌名叫做什么？生命如花的。我们这里是编号是 BK。BK 啊。BK 100啊，对，对，BK 100，啊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号码？我来按，好上，好，麻烦老板一下。慧姐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一定要把歌唱，请您 test 一下。他进了慧姐的亲的脖子。这个袋子一下去不能回头的，这个袋子卡拉 OK 不可能回头。会在等。点来。再来。张老板，你好。哎呀，小张啊，是，真正足久无看到呢。哇，真久无来你这间店旁店。你这人拢袂老呢哈，不简单呢。今天约了一个这个东冲的啦。东冲啊！本来你这间店就旁店。你们的同学都还有在联络？还有联络啊！这个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，想要说大家毕业以后还有感情在联络，是，这就是不简单了。重感情的人呢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小市民都还在开创期间，大家朋友都互相有机会，有 case 就介绍一下。请这样，对，常常就是年轻人在一起啊，对，就铤而走险呐。那我们倒不敢了。我们都是标准青年的，对，要脚踏实地，自力更生，一步一步来。对，看你提这个皮箱呢，是，让我觉得年轻人上进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不要异想天开啊！是，想要发横财啊，到时候卷款而逃，那最后不可收拾。对，我看你的样子还好啊，我老实人了，好不好？跟朋友约几点了？朋友来了，阿来啊！我要回做准时的。哇，实在是哇！这个店头家啦。你好。我朋友阿我姓张啦。老张啊，老张。为什么一定要叫老张呢？不是我讲你们这些年轻人的，我是刚刚有老翠秋娘的。好啦，我嘛叫少年的，你这一种尊重啦。这是一个尊重啊。贵姓哈？王先生。老王，你好。您这个叫做物以类聚，两个人真是像是同窗的，眉清目秀。谢谢。你是在做啥会？我是迄个直销啦。做直销的。你是在做啥？我做 sales 呀。sales，我咧卖汽车。对，起码少年人啊，无什么头路好走。又好高骛远，办公室都坐不住。自己要做头家。车算有当时啊，咱若要约会啊，是要创啥吼？三不五时在使公司写出来，给我有体面。对。哎呦，我这朋友就是讲咧，奇怪，买新车那车链撸到剩半边。哎呦，都是恁家的这 sales。哎呦，那有可能脚踏实地呢？下载。谢。过开工都袂记坐了。是。两位拢还没结婚啊？别。最近爱情不如意啊。现在你们这个年纪，不要沉迷于美色之中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个爱情呢，在人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你无事业，你是要那成家立业？对，我的想法都像张头家咧讲的。是啊，我是刚刚这一定要有一点基础才来结婚嘛。对。无准备好势对吧？真早就结婚，
一了都个离婚啊，那无意思。对了，有始有终，对吧？结的时候刷去，它吹掉了，对吧？那无意思。所以讲，这个女性爱负真大的责任。哎呦，张头家来讲这款话，目睭都看血死了。哎呦，我惊死了！来这个店算是新好青年。我这个店里面从来也没有什么坐台不坐台。但是来我家的这个内行的，有些很高贵的女士也会常常到这里来。当然了，我买菜替恁看行啊。安尼哦。对。小威啊，这有当时啊，这人客水准就好。哦，你们在这边聊一聊，我来照开来说一寡物件。慢慢的。我赶快啦哈，看饮料都是较早阮点的迄啦。较早恁拢点什么了？蛋蜜汁。蛋蜜汁，好。歹势，阮这间无卖蛋蜜汁呢，那遮拄好的代志。哎呦，人间鲜汤自来水哈，冰水。好，你们聊。哇，你最近生意好。迄讲对无？去营地记迄讲，咱半暝，结果我拍到一半我就走，你刷到个拍到天光啊！拍啥？拍麻将啊！拍啥？你嘛小可骗一下，你对不对？什么拍啥？伊讲拍啥一定是拍麻将，你继续。哎呦，我是伫咧后壁看到歹势，看你一直放枪啊！安尼哦，是讲安尼讲话水着，我就紧走呢。我自爱你唔知？我都啊应酬啊，咱就当个陪头家拍牌。结果天公有平倒来无？哦，平倒来啦。平倒来。就问是拍偌大？你两个爱同齐讲啊。我蛋蜜汁就好了。我讲1、2、3，你两个爱同齐讲拍偌大？哦。预备起。250。啊？伊讲120，你讲250。哎呦，就无默契。有差无差啦？哦，差会哦，你唔知。哎呦，有人起来啊！拍摄我就招呼你。头家你无用啊。哎呀，小姐，请坐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因为我看你唱歌的这个版式，我看你可能爱食柠檬酱，所以我先甲你就用好。好啊，你好。哎，拍摄我拄则边仔迄两个人客才袂记。哦。大嫂，伊那个水杯，伊就拢，伊讲，叫较早，伊较早拢叫半杯。你一个人来家呢，也不约朋友，好像就唱那个歌蛮悲哀的啊。是啊，就心情无好，就在外口看恁遮，佫内底有卡拉 OK， 我就想讲，即摆内底安尼唱一个歌吼，看心情会较好袂。但是你按照道理来讲，你拄则为迄边行过来，敢若看你行到迄个版式，而且加上你的气质。服装的穿插，会使讲一定是真快乐的女性才对，那有可能会心情不好。所以讲，恁是查甫人，有当时啊，拢毋捌女性。你莫看安尼，敢若真水哦，敢若真侪人入哦。咱讲正经啊，你安尼看，敢若足幼气的对无？其实吼，年纪也有一代啊啦。哦，我看这无可能，应该是毋那一代呢。那是一代，可能是真大代啊。要不过看起来是少幼的，无唔对啦。我跟你讲，你来我们这里就对。我想你看过的人也太多了，颈椎啊。我边要有两个少年，你看卖起，你看卖起。刚才我讲的不是乱讲，马上就有很高贵的女性出现。刚刚安怎啊？红豆酱，我要气一只哦。一样是不是？咱哪有可能啦？迄只高贵的。你哪会安尼讲？刚刚他不是已经讲了吗？有很多看得很漂亮的女孩子，人家都以为她有男朋友了，都追都不敢追了，对不对？最后林之佑，你看就快嫁给小亮哥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应该欢喜还是应该考？怎么样？够毒吧？我跟你讲，要有胆量才可以。拍摄，这个老客人两个人很上进，年轻人，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感觉你安尼伤过歹看啦，敢若袂输我，敢若无人爱安尼，伤过歹看，咱就想一个办法，无咱宇哥会有。哎呦，宇哥会有。安尼较袂较歹遐尔啊，感觉安尼。我那等了足紧啊，对。我就是讲你无要抵安尼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还是高贵大方的不得了了。我跟你们介绍一下。宇哥会有。是啥啦？我先来好嘛，买啦。
我生气。你回伫你酒馆遮久啊，袂要紧。我酒馆遮久啊，你讲这什么话？我酒馆。查甫的，啊，就你俩回伫你公家寡人遮久啊，无差到这事。你两个安娜，这是难得有机会来，你们就是因为拖时间，等下万一人家走了怎么办？我先来了。男生女生配，猜看看。男生女生配。我输不是，那是黑白配。哦，你们两个人还新好青年，连这个都不会，好青年是不学这个。这黑白册。黑白册。黑白册。哎呦，跟我一样，不是，跟剧配啊，跟剧本不太合，我一定要输。黑白册，黑白册。哎，我跟你一样，是跟剧本不是，怎么呢？后面还有啊。黑白册，黑白册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册，男生女生配。一下45度诶！哎，那这样子还没有赢啊。黑白册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册，你要跟他同一边嘛。同一边啊。他指哪边，你要哪一边，他才有办法先唱啊。我就头，你真叫救人啊，叫脚本都对。黑白册，男生女生配。哎呀，我哪这衰啦？承让。这个小张不是我讲苗文有够衰。一个都叫啥袂记哩啊？这小姐贵。那遮讨厌等遮久安尼，是无意无事。小姐贵姓我才袂记哩。我姓江。江小姐，江小姐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老王。哎，你来去跟一什么歌？我这有卡拉 OK。是啊，我就是要来唱歌呀。是讲大家拢就秀不？会使陪江小姐唱一首歌。那没有问题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我们来选一条对唱的歌。对，对唱。是啊。对唱的歌。我咱来你点什么歌我拢会晓啦。安尼好，安尼无老张，伊就咱定来唱一条。定来唱一首 A72750啦。A72750，拄啊好无这个咧。即我这店开遮久啊，哪有可能有遐？安尼哦，上过新的无法度。安尼哦，无来一条国歌啦。哎呦，国歌啊！我讲迄首歌是 KTV 的国歌啦。KTV 的国歌哦，得意的笑呀。不是。雪中红，男女对唱的嘛。雪中红，你若讲我就知。棒了哦。这个歌我会晓。安尼晓。嘿，好来，谢谢。来，你开这边，开这边。今夜风寒雨水凉，土边红花落风尘。既然已分开，唔通搁讲起，我头只有加添心气味。日思夜梦为你一人，绵绵将你将深深你的梦，阮的心袂轻松。为你我心沉重。无言中手又风动，只有玫瑰雪中红。哎，对。你唱歌真好听嘞！谢，你唔敢嫌啦。拜托，你莫小啉者哈。咱贵姓哈？歹势我都叫捌出一嘴了。你若要太高啦，你做头家人哪会使共偷啉啦？你实是的一咧。杯我的。我啉这边，你啉这边啊。两个发电真紧。哎呦，哇，主动了，你看。怎么称呼？你叫我慧姐就会使啊啦。慧姐？是啊。不可能吧？安怎讲？看起来这么样的年轻这么样皮肤那么样好，身材是保持的这么好，不可能是保持。那么年轻又说保持，这两句话有矛盾嘛？是讲明仔载吼，暗
是唔导演，我想要请你食一下暗饭啊，吼，安帅当来啉咖啡、看电影。袂使头家，这安尼算赖皮呢。马上咧唱一条都讲摇去啊！哎呦，我说坐你家下。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这样子，你不然我没这样啦，我一个还没 test 到啦。哎，对，还有一个没有 test 到，你这样子对小张不公平。你这慢慢来嘛，慢慢来。拍谁了哈？我会讲我玩呢。你这袂使安尼一个都，另外一嘛要 test 到看卖。就是讲咩？免介绍，我拄则拢听到啊。慧姐，你好。你看我腿有只摇，叫我慧姐。干什么？人对我迄个看少年，叫我慧姐就影。嘿咯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，请您唱一首歌曲。是啊，今日因这卡拉 OK 音响阁袂歹，无咧唱看卖啊。嘿啊，开玩笑，我们这个音响是老洋牌啊。哎呀，好。你好，安尼无。老洋牌立体声。刚刚哪里点？我点票，我点那个 GY 67。哦，我点了唱一条。另外67的歌名叫做什么？生命如花的。我们这里是编号是 BK。BK 啊。BK 100啊，对，对，BK 100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号码？我来按，好上，好，麻烦老板一下。慧姐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一定要把歌唱，请您 test 一下。我在这。他记了慧姐的亲的脖子。这个袋子一上去不能回头的，这个袋子卡拉 OK 不可能回头。会在袋。颠来。对，再来一次。BK 100。第二摆啊，头家佫倒带了。我卖差。进来哈。我在这不变的。这电脑的。家己滑头安尼点，对外声。你是要叫我哪去？你个搞啥？我定来你看，只要有笑声，伊就佫滑头对。我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，请跟我来。我带着梦幻的期待，是无法按耐的情怀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请跟我来。别说什么，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。别说，你不用说，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。当春雨飘呀飘地飘在你滴也滴不完的发梢，在这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跟我来。哎呦，你看，恁这少年的这帮真高唱歌呢。哎呀，这慧姐一开口啊，真的不一样啊。哎呦，
仿佛就是职业歌手啊。是啊是啊，哎呀，真的哦。您常来这唱歌吗？是啊是啊，我是常常在卡拉 OK 里面唱歌啦，因为。哎，我发现他们这一家的这个不错哎，不错哈。是啊是啊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电脑的。是啊是啊，我安尼笑两声，家己个登倒等，哎呦，偌好嘞！配合今年进步呀。配合您的时长。哎，我感觉今年有影袂歹。哦，我想要到你安尼歌唱了才赞。这个只要您喜欢，我可以常常陪您这个唱歌。真的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说巧了不巧，明天就礼拜天。啊，是啊。这个江小姐不知道可不可能赏光啊？这个我知道一些山明水秀，这个吃一些这个小吃的地方。哦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慧姐。好啊好啊，那是这样是我最喜欢的啊。你不是讲我明天要跟他去吃暗饭啊，按摩看电影喝咖啡，对不对？慧姐，你这几个，你听他讲慧姐就觉得很恶心。我去的地方啊，是有一点啊，但是他刚刚讲的地方，跟我走要自然一点。我去的那个地方，你们这两个人，这坐那边还有多一个椅子，你真的。你这些假劲弄破，你们两个不给谢意啊来？哎，真的不是，哎，慧姐，哎，哦，你好恶心哦，你叫我慧姐，我肩部被拢压起来，哎呦，你也参加了，突然之间觉得，我为什么把这么好康的物件，干撒给别人呢？这是我不是这什么好康的啊？其实我看你们这样唱歌之后，我已经情不自禁，哎呦。慧姐，安娘喂，你又叫我慧姐，我惊死慧姐，你也给我一个机会。我这个人是要面子的人啊。他们两个人唱那歌太柔了，不够直接。你嘛，我一个机会给你表现一下。给你机会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同不同意啊？啊，这老不休都变安尼啊，对不？啊，嘛是爱对不？爱开嘴。讲好啦，咱说两个少年哦，唱的，两个感觉袂歹。哎，咱跟你这老伙仔唱看卖，无定嘛袂歹嘛，不一定。嘿，对不对哈？哎，放心啦，绝对袂去点着老张的啦，咱放心，咱稳的啦。你帮我唱老歌，我感觉是唱老歌较合，较适合你的年纪。哦，老歌我嘛真好唱。KG， 我也会使唱一个。当然啦。哎呦，来，赶紧起了哈。KG 哈。啊。哦，够爽的。我爱我的妹妹啊，卡妹我爱伊，伊当时点风来，怎样你敢知？我的月色渐渐远，有的想袂远。请妹妹你想看卖，我甘苦你。心内暗欢喜，啊呜！亲像牛郎甲织女妹，相好在河边，啊呜！车人会在咱开外，下手乱。咱讲好好，中央。啊，卫生棉，好没？卫生纸，那无卡当规个目睭拢鼓起啊！啊，乱，亲亲亲亲，好啊！你想，这卡拉 OK 哪？这杨老师卡拉 OK 请袂落去啊！嘿。恋爱，我爱多唱好，独唱啊
哎呦，哎呦，好爽的啦！哦，迄头头家敢若救金咧，哦，你跳舞偌惊人，有看无？我绝对袂经你的，我甲你讲，毋是我甲你泼冷水。对啦，哎，回敬者，小姐啊，你那变 A 狗啊？啊，哎呦，徛几排回敬者，老中青三代。老中青，少年的无怪你要摆啊，这个真是敬，拜托我嘛参落去敬。哦，你要参你两个拢穿哦，西装，拜托你跟他碰气咧，要变。你两个拢穿西装，我嘛爱打扮一下，你袂使安尼搞我老我。要创啥？哎呦，我老我厝内要跟咱拼咧，今仔日就是场面太残酷。嗯。和这个江小姐，你来敬，安尼咱输啊，无叫敬着，咱嘛甘愿着。有够缘投哈，小敬小敬。爱敬哦，一定爱敬哦。好啦，好，那对你开始。咱讲真经，你伤少年，佫伤钱啦。啊，听讲你出头一张唱片，佫卖了无好，所以我想你也是无啥有钱。我会使搁谈啊。你搁谈哦，想办啦，我等袂赴，我算讲年纪有一地啊。你还搁考虑者？啊，你真毋免考虑我啦。伤钱对吧？你讲遮明啊对吧？就是讲安尼明。我著比伊较有基础。是啊是啊，但是我感觉你敢若吼，你即个型敢若公务员啦吼，是袂歹啦。公务员我嘛真爱公务员，但是看你型敢若真小气呢，敢若足欠的足抠的，即款若嫁你可能嘛无偌幸福。但是我的对某真好啦，做伊看伊要开偌济摆拢互伊开，毋是要开偌济钱我拢互伊开，偌济钱哦，看要开偌济钱我拢互伊开。我是咧看一下。迄个，我看我是，我你感觉会有一地啊，迄小姐，拜托小嘛看卖这边，因迄两个少年计是对。啊你哦，我著甲你讲，你搁较毋免讲，迄头鬃著敢若碰气啦吼，啊迄个面吼，讲真经，搁焦啦吼。哎呦，哎来记错，这个无意思啊。你安尼无意思啊？是啊，你用钱咧贿赂？明明就知影咱两个也无基础，摕钱安尼摕出来要钱。那是讲咩？即摆是啥物情形？无你即摆是当作我是啥？对嘛？我甲你讲，我啥物拢毋捌看过，就是敢若钱看上济。你是要甲我装作我是啥物货？就是我一看就知，你毋是这个看回伊声会着的人。那是讲咩？但即个头鬃嘛，敢若袂歹看。我即摆突然间发觉你头鬃袂歹看咧，嘿。哈？少年的，有看无哈？是讲我这个人爱山明水秀，明仔载拄啊好个礼拜，会使请你来看一个电影，煞食一个暗饭哇。好啦，无咱来，咱直接要啊！但是袂记你。少年的，有看无？毋是我咧讲恁两个，做 sales 啊，爱搁做一阵仔时间才有法度。实在是跟我对不对？我甲伊上来走，上尾一句爱唱煞。下唱恋爱歌。哎呀，安尼就咱带去啊！我这老丢就无意思了。来咱来走。无意思啊！钱我看边来来做。恁够本。